10月6日星期一，有識之士，柚子生日快樂。10月6號發生嘅事係典雅藝博2025展出咗精美絕倫嘅古玩藝術同埋設計，中國同埋日本嘅工藝品、水墨藝術或者係攝影作品等等。呢個典雅藝博係一個國際藝壇公認亞洲最頂尖嘅藝術品博覽會。場入面展出嘅都係一啲經過嚴格篩選，然後質素去到博物館級別嘅藝術真跡，由呢個古典中國青銅器去到當代藝術，跨越咗5000年人類文明嘅藝術結晶們共冶一爐，呈現喺觀眾眼前。唔知你對於呢類典藏品有冇興趣？你係唔太中意睇呢啲叫咩？唔太中意睇古董類，中意睇啲新啲嘅嘢咁樣。10月6號，天秤座嘅幸運顏色係淺啡色。比最近有嘅淺啡色嘢係呢？蟻藥啊！但係前幾日喺廚房開始有呢個螞蟻行軍，然後呢，根據第一日嘅路線呢，佢哋應該係窗外面爬入嚟，但呢，因為喺廚房啦，所以用殺蟲劑之類怕噴到啲廚具或者餐具或者嘢食之類唔好，所以都唔敢噴，就係買蟻藥咁樣樣。然後呢，本身買嘅蟻藥呢，好似要好耐先見效，之後比又唔想廚房啲蟻躝咁耐。然後呢，又買咗新嘅蟻藥啦，新嘅蟻藥就係粉，然後就係淺啡色咁樣。唔知啲蟻幾時先死得晒？今年想對柚子講嘅嘢係，好耐冇見啦。我哋今年基本上成年都冇乜點見過咁樣，所以比都唔太知你最近近況如何。你都唔太清楚最近你嘅生活係開心啊，過得幾好啊，定係可能都有一啲煩惱嘅事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你會繼續，永遠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咁樣過日子，係咯，或者係如果有啲咩忙緊嘅嘢，想做嘅嘢，咁樣就一切順利啦。等你得閒啲或者掛住比嘅時候，先再嚟探比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後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比可能係最後一個同你講生日快樂嘅人了。拜拜，我係今日嘅最後一個。今日最後一個，拜拜。